首，圣诗83首，且听天使欢喜的声。咱献开圣诗83首，咱做伙来团练。咱来团练第一集。这首信息歌有7集，总共有7集的歌词吼，所以咱会唱7摆。咱来咱会当，咱搁来看第6集的歌词。且听天使欢喜声，有主出世代美的声，以父上帝立罪救主，救人因我等好，这是第6集，还佫有第7集哦，吼。好，这首信息歌有对第1集咱唱到第7集唱音全首，佫来看第2首信息歌，就是咱的回应的诗歌204首。今仔日的信息歌应该是大家拢真熟的，我真爱讲这故事。信息204首。咱来吟第1集就好。来第1集。我真爱讲这故事，天地有妙的事，论出极大的恩光，伊给你大心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细心，有过心满咸悲伤，也归芳菲的美。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因我深深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好，今仔日的信息歌团练到这，咱等下备办心，就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将手机关静音或者是关机。
社门啊，掠起恁个头，人光的王要入。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因为耶和华已经为咱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信诗第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会众车起立。最
济。高塔启应文第6篇，伫新信息后壁面第8面，我来启，恁来应。启应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音。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脚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排泄宴谢，你油抹我的头壳。我的血看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耶和华的厝。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创造天地万美的主上帝，你是阮伫患难中的避难所，阮的盾牌，阮永远的荣耀。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互阮透过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得到快乐甲换命。互阮知影，阮是上帝主的人，阮应该爱将家己分别做成，正做活祭，将家己献互上帝。主啊，总是生有时，死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也有时。正经你伫世上的生命，有得胜的日子，也有失败的日子。有时会拄着困难、挑战、试炼，甚至是对撒旦来的试探。恳求圣神帮助阮，伫患难中学习吞忍，对吞忍来学习老练，带着望，期待主过来的日子。亲爱的主，过去一礼拜，若是阮所讲的话，也是所做的代志，毋管是知影，也是毋知影，若是有得罪你的，恳求你来赦免，恳求你互阮清气，恳求你帮助阮悔改认罪，互主耶稣继续来掌管阮的性命。主啊，今仔日是2021年上尾一个主日，时间紧紧，外头看今年，伫毋捌有过的疫情中，亲像迷茫，一捌未丢过。愿仰望新的一年，恳求主赐予阮智慧，赐予阮异象，互阮知影毋灭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的计划，阮大人的呼召甲责任，伫地上所应该看重甲追求的是啥物？搁较重要的是将阮的眼光放伫永生的天家，帮助阮甲上帝关系搁较亲密，搁较爱疼上帝、疼人，嘛疼家己。亲爱的主，恳求你伫新的一年，帮助阮伫生活中看见上帝恩典，帮助阮有智慧的心，有上帝的灵时时刻刻甲阮同在。只是阮的心要恬静，专心来听上帝的话，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照阮大人的需要，光照阮，启示阮，互阮会当成做这世代光甲盐，勇敢来为主做见证。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19节到20节，伫新约圣经的第64面。路加福音第2章第19节到20节，请听我来读。
这个天使离开因就天的时，各样的三甲讲：搭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就紧紧去，找着玛利亚甲约瑟，搁看见婴仔困伫左呢。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报人知。听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心内常常在想。第20节，各样的倒去。为着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来归因光学到上帝。正道，第八是为主做见证，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勇壮的心智，会当。伫遮尔啊寒的天气内面，犹原有即个热情要来敬拜主。愿恳求主你圣神的大恩典降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所有较无你的话语的人，拢会当食到饱。愿咱的仰望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年教会的圣诞节有较特别，因为今年圣诞节。对咱一般人来看是25号就是昨嘛吼，所以有的教会呢，伊毋是像咱教会是伫顶主日就开始过圣诞，总是有一寡教会是煞到即礼拜才开始过圣诞，因为伊是感觉讲，今仔日和圣诞差一天嘛尔，吼，所以呢，今年有的教会伫顶主日像咱就已经过圣诞过了，啊有的教会是。今仔日才在过圣诞，对顶主日，所以对顶主日开始到即个礼拜，逐所在陆续拢有庆祝圣诞的活动，所以咱今仔日也着继续来讲耶稣诞生的故事。就今仔日咱伫头前嘛有看到，犹原有5支蜡烛安尼点缀伫遮。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即个所在呢，就是讲《路加福音》第2章遮的记载，有一对真善车，只有订婚也未结婚的翁仔某，就是约瑟甲玛利亚。伊对圣神投胎，因的生活就产生真大的改变。特别对约瑟来讲，玛利亚就还未嫁呢，我还未娶入门呢。玛利亚怀孕这项代志，互伊感觉实在是真惊吓、真痛苦。了做咱现代的人来看，讲有一句话讲：哇，玛利亚给约瑟怎样戴绿帽子？吼，哇，这实在是真大见效的代志。上帝总是上帝旨意，上帝计划，拢无拄拄会互正人来明白，甚至是无法度通接受。毋过上帝也真奇妙，咱看圣经伫马太福音遐有讲，上帝真奇妙，伫约瑟的伊的梦，伊做梦，困到做梦安尼，伊就替玛利亚解决即个有喙也无法度解说的即个问题。总是无论是对圣神投胎，还是对约瑟的即个梦中所产生的即种的心热，对这个心热了后。约瑟甲玛利亚因的日子也是照平常在过。当玛利亚的腹肚愈来愈大，差不多算的啦，虽然圣经内面无写甲真清楚，总是算的差不多。迄当阵差不多有怀孕6、7个月以上。迄当阵的罗马政府爱全国的人爱拢着转去家己的本族、家己的本地办理户口登记。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到犹大的伯利恒，差不多就是台北到台中的这个距离啊。可能咱会想讲，台北到台中还好嘛，2、3点真久那尔。无呢，咱即马是有高速公路，阁有车安尼驶，吼。迄当阵呢，也无高速公路啊，阁较无车。
因为咱知约瑟和玛利亚因毋是真富有的人，吼，伊是善车人，所以因也无买车通好坐，吼，就是安尼豆豆仔行，豆豆仔行，豆豆仔行安尼。对一个大巴肚已经6、7个月大巴肚的人，安尼对台北，咱莫讲驶车行，驶车驶高速公路，咱就行走省道好了啦。看是安尼偌艰苦咧。咱在座的，恁厝的若有伫像五楼长老的孙新妇，吼，即马大巴肚嘛，吼，新路大巴肚嘛，叫伊即时爱对台北安尼豆豆仔行，到台中，有准无？当然嘛，毋嘛，偌危险的，搁艰苦，对无？毋甘啦，绝对毋甘的，所以。这段路，玛利亚并无因为伊所怀孕的，伊巴肚内是圣囝耶稣，就会当有特别的权利，讲，我怀孕，我巴肚内面是圣囝耶稣呢，是未来的救世主呢，安尼我太着爱去报户口，应该毋免吧？无啊，嘛是照着爱，嘛是照常爱去报户口。伊游玩爱去做户口的登记，因游玩就爱听谈迄当阵的统治者的命令。一对善车，阁有新的翁仔某，因的生活充满侪无确定。即个性情投胎的信息，并无互因的生活带来搁较舒适，因的生活无得到改善。最后真无简单，到伫约瑟的祖家伯利恒。总是伫因头前所长等的，毋是设备较长的待产室，迄就是讲会当要生啊嘛，就爱找做下来的所在啊。咱即马病院的待产房都设备齐全，月子中心也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好。无，伫因头前长等的毋是遮的，只有黑暗暗，阁臭的马条。咱毋知影约瑟和玛利亚对即个景况有啥物想法？因的心内敢会想讲，嘿，天使明明甲我讲，我这是我巴肚内面的这是救世主呢，是大君王呢，是圣囝耶稣上帝的囝，是安怎上帝的囝？乃连要出世拢是即个所在，安尼敢对？就伫迄暗，也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记载，伫伯利恒的野外，也有一群各样的人伫遐各样。大家赶到死阵，安尼求助会。忽然有一位天使向因报告耶稣诞生的好消息，然后佫出现一大阵的天兵，和迄位天使做伙阿罗上帝。就伫天兵天使离开了后，各样的就赶紧走去看有影无？敢真正有影有即个鞋仔用布包困伫走呢？敢有影安尼？找来找去，果然互伊找着啊！果然有一个鞋仔用布包困伫走呢。因看到即个记号。这是一个正人听候久久，上帝应允实践的记号。然后各样的将天使甲因所讲的话，全部拢讲互约瑟和玛利亚知影。就是伫遐吼，一寡无各样的就走去和约瑟甲玛利亚讲。迄个天使吼，甲阮讲啥安尼吼，玛利亚就囥伫个心内。当遐各样的人离开马条，圣囝耶稣诞生的信息，对性情投胎到出世的这个阶段，就暂时停伫遮。约瑟、玛利亚甲各样的人，因的生活拢恢复正常。照顾婴仔的，就爱照顾婴仔。各样的游玩爱转去伊遐野外，赶到死阵的所在的各样。
因逐工所要做的代志，伫表面顶面看起来和一般的人差不多，拢共款，无啥物特别。生活顶面踏踏地地的代志，也无因为经历遐尼大的成绩，就变甲较简单。诚做基督徒，咱敢有因为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看起来敢若真平常，阁无啥物变化的生活，敢感觉足无力的。咱敢有安尼过？抵靠咱的期待，上帝啊，你着显出啥物成绩来，互我的生活通活泼一个，小有一寡改变一个，较无共款的，小刺激一个。咱有足想要看到，迄就是去经历啥物成绩无？特别是有时啊，咱看人咧、听人咧做见证的时阵，哇，讲上帝伫我的心中吼，真啥物大代志哦，哇，安尼啊奇妙咧！当咱听到遮的时阵，有时啊，可能咱心内也会想讲，即种好代志、好康的，哪会拢袂发生伫我的心中啊？亲像即种的成绩，哪会拢无发生伫我的心中？今仔日是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所有逐间教会所有的活动也得要结束。有一句话讲，数字会讲话，数字会说话。一年中间，咱会统计各团契活动参与的人数，阁有教会收支决算的统计。无论是聚会人数，还是收支预算决算的统计，哪亲像在甲咱讲，咱教会是有成长，还是持平，还是淡薄仔走向下坡？信徒的属灵的性命有进步无？还是退步？一年得要结束。伫工作有工作的人，工作各单位伫工作顶面的各单位开始咧统计啥物？统计员工的出缺勤啊，考绩，还有业绩等等。才开始做头家呢，家己做头家也开始决算，咱今年吼，一年趟天咱是有趁偌济，有红利可以分吗？还是了？特别今年COVID-19 这两冬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有足侪店拢收起来、关起来，撑不下去。一年特别结束，有的人开始咧想讲，我的身躯，我进行健康检查，我身躯顶面有迄个红字吼，对我迄当阵健康检查，感觉有红字，我开始努力。三高开始多吃麦片啊，多走路啊，每天1万步啊，等等的。到年底吼，我的健康是毋是有较进步？那个红字是毋是有较减少？侪数字拢咱都爱参考，无毋对，数字会讲话，总是数字也会骗人啊，无一定正确。安怎讲咧？譬如讲，咱伫饭店，牧师问一下吼，咱去饭店食一块牛排，1000块的牛排，你感觉伫饭店食1000块的牛排，你感觉足贵的？举手一下。无啥物人举手。安尼伫饭店食1000块的牛排，你感觉真俗啊？你感觉真俗的？举手一下。无人举手，其他的人咧，伫饭店1000块的牛排，有的人会感觉足贵的，有的人感觉俗俗啊，饭店呢，总是有的人是食，有的人我们去饭店吃，有的时候是吃它的摆盘嘛，什么法式料理啦，什么料理，它的摆盘很精致，有的人是看这个摆盘跟品味的。有的人是吃什么？食气氛的啦，食服务的。有的人呢，有的人就较注意迄个牛排吼，迄若是菲力牛排，迄才是沙朗牛排啊，毋管啥物款的啦，是牛小排啦。
我就是爱食迄牛排本身的迄个它的品质如何安尼。甚至他不吃调味，有的人就很吃调味的嘛哈，啊，他喜欢吃那牛排的原味，好，他要吃它的本质好不好这样。1,000块的牛排伫无共款需要的人的眼中有无共款的解说，有可能啦，拄则无野手的人，可能你会感觉讲，我着食粗饱，食牛排，何必走去饭店咧？我路边摊啊、夜市啊嘛有牛排啊，吼，迄种的牛排食甲嘛足。食甲嘛足欢喜的，对无？何必到饭店食牛排？甚至对遮个食粗饱的人来讲，1,000块的牛排实在是足浪费的。所以，咱真学得用1,000块来想讲，一块牛排到底是俗，还是贵，还是浪费？好，咱真学得用一个数字就来。决定一块牛排的价值。说实啊吼，说实连一块牛排，咱拢真学得来决定伊的价值，何况是咱的？因为咱是借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说实连一块牛排，咱拢无法度用一个数字来决定伊的价值。咱人搁较无法度用一个数字来决定咱有啥物价值，总是咱有时啊真意爱伫数字的顶面来转世啊。譬如讲，对学生来讲，常常讲，你考第几名啊？你考倒一间学校啊？因为学校和第几名都是数字嘛，你爱有即个数字、即个程度，你才会当进入较好的学校嘛，吼，意思共款。然后即摆年底啊，有的人就开始可能在算讲，我的年终奖金有偌济啊？哦，有的人年终奖金惊死人呢，几若个月呢？我连一个月都无。啊，你的收入有偌济啊？哎，安尼上歹啊，你会当换头家啊啦，换一个较好的工作，等等。咱常常用遮个数字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亲像是将人吼，咱一个人吼，亲像是甲咱打迄个标签，打伫遮，讲我是有价值，有偌济价值，我有1万块的价值，2万块的价值，3万块的价值，一个人逐个人在头家遐都有打一个数字伫遐，我有偌济价值。看是要放伫百货公司内面的迄个漂亮的橱窗内面，还是放伫个路边摊啊？咱明明就是人啊，总是我们明明是个人，是按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但是活出来却好像一个个待价而沽的商品。敢若咱在期待有一个新事发生出现，望会当互有眼光的人安尼紧起来。我们一直很期待有个神迹出现，能够让有眼光的人把我们选去啊。这款的人生，咱敢袂感觉足悲哀吗？咱的人生若是安尼过，咱袂感觉足悲哀吗？感谢上帝，上帝赐予咱一条新的出路，伊予咱的性命会当因为耶稣基督变甲无共款。对伫玛利亚来讲，加照顾一个圣囝耶稣，伫迄个时代，因为迄个时代拢是生足多。4、5个、6个、7个、8个可能拢有，所以对伊的一生来讲，加照顾一个圣囝耶稣是无啥物差别。啊，对伫各样的人来讲咧，天兵天使显现，然后因总去找圣囝耶稣，迄嘛不过就是一暝的代志。伫因的日常的生活，遮的生活，连暝就过去啊。安尼，遮个生活对因的生活来讲，拢无影响到吗？因为伫外口安尼看差不多啊，因生活嘛照安尼过啊，无啥物无共啊。遮个生活发生对因的生活敢有影响咧？有影响，就是因将耶稣
甲因的性命结连做伙，因将耶稣将上帝话藏伫因的心底，一直在想，并且归荣光予上帝。因归荣光予上帝，毋是因为生活变甲真富裕，阁有趣味，也毋是生活哪来哪好过，是因为因知影上帝对因的眷顾。因伫家己真世上的生活内面，点点过日子。有一句话讲啊，别人的生活拢是彩色的，啊，我的生活哪是黑白的啦。因的生活实在是敢亲像黑白安尼。伫遮尔无光彩日子的中间，上帝使者竟然因来显现，圣囝耶稣基督就伫因的眼前。因是第一批见证耶稣诞生、见证弥赛亚应允实践的人。虽然咱伫表面上看起来一天过一天拢共款，差不多，逐天上班下班、接送小孩，偶尔同事聚餐、团契聚餐，像咱长辈天气好就去到去公园散步、行咧。逐天有看袂了的电视节目，食饱困，困饱食。有时啊，搁去菜市仔行咧，真趣味。三不五时啊，搁爱去病院摕药仔。逐天的日子，敢若一直安尼在溜的。逐天的日子无啥物特别，总是咱若是继续将耶稣基督。将上帝话藏伫咱的生命内面，藏伫咱的心中，行伫上帝道路的时阵，就是伫为主做见证啊。可能你会问讲，牧师有啥物是行伫上帝的道路，会当具体甲咱讲一下无？有较具体就是进前甲大家讲过，就是周报啦吼。咱周报后壁面才有基督徒8要，吼。上帝所欢喜的道路是啥物？敬神爱人，咱着敬畏上帝，爱会晓疼人，疼厝边亲像家己。第2项就是逐工读圣经。第3项定定祈祷。第4项温群聚会。搁来欢喜奉献。搁来带人为主。搁来服务社会，搁来咱爱照顾、保护咱的环境。上帝创造咱人，就是爱管理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咱来看啦，这8项吼，咱有倒一项无做到？我们不要说100%啦，咱有关心第一伫这8项内面无？若是基督徒吼，应该就是会关心第一伫这8项内面，吼。咱家己心内想一下，你若有照这个基督徒8要安尼在行，安尼在第一，安尼随望咱的生活无啥物改变，平常时的生活差不多共款，总是这。咱若第二者的代志，就是将上帝话、将耶稣基督藏伫咱的心内，行伫上帝的道路。咱就是伫为主做见证，无拄，无一定就爱发生啥物现象，才会当为主做见证。顶个月牧师伫讲道的时阵有分享一个见证，大家若有印象。会记得牧师有讲过，迄当阵阮厝呢生活较艰苦的时阵，有一个月，伊个牧师伊趁10万块嘛，会记一个，吼，然后咱再爱1/10的奉献1万块，总是咱1万块若奉献了，我的囡仔的学费，他学才艺班的学费在月底就缴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在11奉献，还是在继续让他们学才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了选择，还记得这个见证吗？好，还记得哈。后来那个时候，再简单讲，因为可能有人没听到。
好，后来我们还是选择11奉献。结果在靠近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她有感动，而且不是很熟的姐妹，我跟她不是很熟，只是在一个服饰的合场遇到，她就拿了1万块给我，她就说上帝感动我拿1万块给你，然后我就收下来，然后我就缴了学费，子瑜子群他们就可以继续学那个创作这样子。这个神迹之后呢，我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并没有开始，咱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安尼就开始好过。我们的债务还是很多啊。之前牧师也有分享，那个时候我们有房贷，那个时候的房贷是7%哦。当然你说房贷7%，存款利率也蛮高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呐，哪有什么钱可以存款？那个时候的房贷利率是7%，7点多%。我相信大家若是有迄个时代，差不多20年前左右。那有印象那有上年较年长的有印象，那个时候的利率有7%，但是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开公司，所以又借了2胎，因为经营不好，后来又借了2胎。2胎的利率是多少？2胎的利率在那个时候是20%。你就会当想想，我们的债务真的是，我们被这个债务逼得真的是抬不起头来。但是那1万块是一个记号啊，虽然我们还是被债务追逼的这样的日子，但那1万块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我们确实知道上帝喜悦我们这么做的记号，是一个上帝眷顾我们的记号。于是我们即使债务每个月的债务这么多，7%加20%的债务，我们仍然11奉献，而且是我们至少有11奉献，我们还有节期奉献、感恩奉献，没有一样奉献我们是缺席的。几年过去，上帝又再次出手，因为我们实在撑不下去，我们最后把房子卖了。房子卖掉，其实这也是一个记号，这也是一个算是恩典的神迹。有机会牧师再分享。好，把房子卖了，当然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这是第2个记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是一个我们从被掳得释放的记号。我们被债务追逼的日子，就好像被掳的日子。房子卖掉，把债务还清，哇，真的是自由啊！总算会当透一个气咧，会当透一个气咧。对迄当阵开始，咱开始进入，也开始学习，过一个伫基督内面有真正自由的生活。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也开始学习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有自由的日子。咱将厝卖掉了后，就租厝，无家己的厝，当然嘛租厝啊，租厝的过程的中间，咱讲领受，阮讲领受，阁生一个囝的呼调，所以子爱就这样子出来了。因为这个呼调，因为咱回应这个生囝的这个呼调。咱和另外有一对教会内面一对翁仔某有搁较深的沟通，因为因的好意，咱就搬入去因的厝里来租因的厝来住。因用真俗的介绍来出租他们的房子让我们住。因的厝伫倒位？因的厝伫师范大学师大附近，就古亭捷运站那附近啊，遐的地段很好，有侪人伊个牧师迄当阵伊还伫上班的时阵，他的同事，迄就是讲我去教会去学校当彩虹妈妈，一寡学校的家长啊，等等，伊拢想讲咱已经真好呀，阮已经足好呀的啦，有钱又有闲才会住伫遐，因为咱会住伫遐，应该都足有钱的人才会住伫遐。阁足有用的是安怎？常常走教会啦，做事工。过甲
因为阮拢过甲真欢喜、真快乐。常常有人甲阮问讲，你迄间厝买偌济啊？你有偌济钱买迄间厝的啊？我讲无啦，迄是阮用租的啦，因拢无爱，足侪人拢无爱信的。我你莫骗啊啦！常常喊伊个牧师讲，你这迄落卖厝的吼，已经趁一笔啊，有趁一笔真大笔，安尼毋敢讲吼，点食三碗讲安尼，阮实在是无法度有理说不清吼，拢无人爱信，阮是租厝的，足奇怪的。因为伊拢感觉讲，阮足欢喜、足快乐，日子过甲真欢喜。到伫现在，牧师也真欢喜，有侪教会甲牧者、甲因的牧者拢由头甲面，总是我和伊个牧师拢真欢喜，充满喜乐。阮常常伫牧者的聚会中间分享伫建成教会牧会的欢喜。阮欢喜甚物？欢喜看到恁一个一个对悲伤的中间行出来，一个一个对身躯病痛的中间，你悠然坚强徛在。特别是咱上年的长辈，牧师知影恁的身躯到伫年老，肉体渐渐衰烂，筋骨侪所在无爽快，特别是遮尔啊寒的天气，总是恁渴慕上帝的心，犹原无改变。无论是主日礼拜，还是团契的聚会，恁拢足拍拼、足致意来参加。牧师看甲真感动，也看到侪青年伫工作的顶面在拍拼、在努力。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遭受了工作上的霸凌跟不容易，有他们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们依然靠主坚强。有一寡人伫工作的顶面，家己做头家，拍拼趁钱，总是好佳哉。因并无因为想要趁全世界，就失落因和主耶稣基督结连的性命。他们并没有因为想要赚得全世界，却失落了自己的生命。牧师看到真多兄弟姊妹，是看起来真普通，无啥物成绩凸显伫恁的身上的这生活顶面，甚至恁阁拄着多艰难困苦、多挑战甲挫折的这的生活中间，犹原致意参与聚会、做礼拜、献身、奉献、服务社会，等等这的代志，这一切拢是在为主做见证。看到恁因为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看见恁的愿望无跪伫空空，看见耶稣基督的疼已经灌压伫恁的心上，互恁伫聚会甲敬拜中间会当得到透放，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牧师的欢喜，无啥物比这较大。看到恁即种甲主基督结连的性命，看到恁逐工拢在为主做见证，牧师实在足欢喜，足欢喜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基督内面的性命，恁也伫正教会的中间，在为主做见证。咱每一个人拢已经经历耶稣基督的诞生，以马内利的形象，伊伫咱的内面，
咱也伫伊的内面。约瑟会顺服，玛利亚会仰望，各样的人会喜乐，拢伫因看起来真世上的生活的中间来展现。无论咱的环境有啥物变化，只要咱继续甲主同行，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咱就是伫为主做干净。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信心赐予阮气力，会当定定继续伫咱生活的中间，甲主同行，为主做干净。感谢上帝，互阮的性命遐尔啊有价值。上帝伫阮身上所陪伴、所起造遮的奇妙的故事，主啊，阮要讲，阮要一代一代一直传落去。愿安尼仰望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信诗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有我那条。
请坐，请坐。奉献，请书汉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教会异象，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为着阮的教会基体有陈金子、刘慧英、陈丽水、卢雪英、洪前之、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胡艺梅、杜昭、刘慧忠、赖胜雄、林以诺，复健的陈昭明、汪世军、张美妹、洪千惠父亲，晕眩的陈秀荣，化疗的陈义丽，结尾父亲，异位性皮肤炎林以乐，血栓的张惠良，孕程的罗心汝，观察中的凯华舅舅谢东初，廖祥安，还是心肌炎12指肠出血陈王兰。第二点，为着圣诞节期阮所播用福音的经济，会当伫大人的心中来发芽。第三点，为全球的防疫政策，台湾本土疫情当互控制。公投了后，政府的回应，求主来掌权。同心来祈祷。
听阮的天父，恳求你即时来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恳求你亲自来带领阮当心提名的祈祷，无论是心性软弱，也是肢体欠慢的兄弟姊妹，求你赐福，求你守事因平安。主啊，伫顶一个主日的圣诞节，阮去社区街口大路迎死报佳音，将福音的种子野伫教会周围的土地。恳求你照你的定时，互因成长。愿阮为着福音所付出的一切，亲像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降力。主啊，新变种的 Omicron 病毒已经伫几啊国家搁野起来，恳求你保守看顾阮，帮助阮保持谨慎的心。主啊，顶礼拜公投选举了后，台湾人民已经共同做出决定，无论结果是毋是有合阮的意思，求主来看顾。若是伫阮当中有因为选举造成纷争、分裂，恳求主来恢复阮甲整肢体的关系，重新和好，成做一体。因为这片土地是阮的儿女世世代代要徛起的所在，恳求主伫一切事来掌权，照你的旨意来为阮备办阮需要的一切。愿你的公义显明伫这片土地。这是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请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第一点，小会报告，圣歌队指挥邱老师因为有受到呼召，特别伫新的一年2月1号起，改伫淡水教会服侍。小会已经准时，并且积极敲吹，有请到新的指挥老师吴美玲老师接续来服侍。第二点，各团体会计请将今年决算甲小甲伫每年1月9号前交给干事以利查账委员查账。第三点，高永杰弟兄有上印公司的产品黑糖道10箱，作为北冲平林教会客服班学童家庭、北中教社部皆有事工以及台湾神学研究院教职员工以及本堂会友欢庆的圣诞礼物，原则上1户1包，礼拜后请至招待桌自行拿取。第四点，每年第1季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请到1楼来提。第5点，下主日为是荷塘礼拜礼拜中加举行团契会长辅导的就任。第6点，11月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家己来看。团契消息，第1点。本主日圣歌队举办2天1夜的退休会，地点伫新店，义杰牧师陪同，请大家来为因代祷旅途的平安。第2点，明年1月1日礼拜6妇女团契聚会时间调整是拜六的下晡4点。第3点，1月7号上午9点半。
北中中年部举行第35届年会礼拜，地点伫艋舺教会。奉献面色，请家己来看，若受错绕沟的，请干事来订正。好，我做一个补充。首先补充就是即马有带院的吼，有王兰姐，顶礼拜伊吐血了后去送去病院急诊，检查是12指肠出血，吼，到昨暗暝那个出血还没有停止，所以也请大家为伊来祈祷。啊，搁有祥安那个时候送急诊是本来医生初判是可能是心肌炎，但是后来检查，好像也没有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感谢神。但是因为还要等一些检查报告，所以应该也很快就会出院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赎会，因为赎会特别吩咐牧师不能看周报。所以淑慧也住院，她也是胃肠上的问题，也是在就是做检查啦，哈，做更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调养一下，因为她前阵子刚好植牙，身体有点虚弱，就刚好住院检查，然后也调养，所以也为了这3位还在医院当中住院的有淑慧、祥安跟王兰姐，我们为他们祷告。那因为现在病房区域陪病的限制还是有很大的限制，所以牧师也没办法进到病房区里面去看他们。好，所以咱就为应该祈祷哈，这因的情形是安尼。然后咱来看教会消息的第3点，高永杰弟兄就是甘基姐的孙啊，好，甘基姐的孙，伊公司家己产品叫黑糖豆吼，拄则可能有人来做礼拜已经有摕到啊，吼。啊，若你若无摕到吼，会当礼拜煞会当去摕吼，原则上1户1包，也真甘心，因为迄当阵他们在附近开了一家店，然后牧师我们就去感应高官，然后跟他就是有一些交谈哈，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突然有个感动说。牧师，你敢知影有啥物所在有需要吼？我要来奉献啊吼，所以伊就奉献10箱黑糖豆，吼10箱，咱就将除了咱遮的会友需要的，就是另外的部分就是互平林教会平林，咱我知影比那遐足偏僻的，遐的学生他们有客服班，北拿教会有客服班，所以就给他们一家就是每个小朋友好家里就1包黑糖。然后还有北中教社部有街友的事工，那怎样？这个寒天气就寒吼，一些街友也很需要被照顾了哈。那我们就也分送了一些就是永杰的这个他的产品给那些街友啊，还有当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神学教育神学生的需要哈，就台湾神学院的教职员工都有这样子。以上补充。上营信息第509首，乌鲁天父万福本源，林时煞请牧师就读，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听者，袂倒避讳，